伫中华若要设百货公司，就要去到台中，去到外县市才有通好设。不过，即阵由中华县府甲中华市公所推动的百货公司，伫咧今仔日8月14正式开工动土，按算要伫咧2026年的第3季完工。闹热的人狮表演，替中华头一间百货公司的开工典礼正式起鼓。这是由中华县政府参中华市公所做伙合作的百货公司 BOT 案，要伫中华市旭光西路75号起一栋地下4层楼、21层楼高的复合式商场。中华县第一间百货公司就是中油百货。那咱的乡亲等了真久，那为今仔动土了到115年，咱乡亲都会使来遮，有真好的停车空间，有真好的消费的环境。这嘛是台湾第一间公所完成 BOT 案哈，光这个都市计划的图款的变更就走了2年8个月，非常不容易。中华人等几落档的百货公司，即阵正式开工，民众拢真期待。但是附近有病院参商圈，原本就真够塞车，就惊百货公司开落，交通会拍结。我感觉真好，会带动中华市的繁荣吼。阮有一个通好设计唔免行远的所在，但是呢，感觉交通会有较乱一丝啊。就那现在看起来不？刚才讲彰化这边的主要消费族群啊，现在都是在台中比较居多，就希望说看中华这边看会使尽量感恩客户留伫中华内部。中华市公所表示，专案的投资金额43亿，百货公司全部楼层加起来大约27000多平，预估会当创造1000个以上的就业机会。也若附近民众烦恼的交通问题，嘛会纳入思考，甲交通路线规划好势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